さあ、どうも國際巨人そこです。大家睇下，見てください。新嘅布景で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係魚蛋太郎上緊巨大嘅衫。就算去到咩年紀，我哋都有個無限嘅可能性。嗱，今日も頑張っていきましょう。さ啊，今日我就想同大家一齊討論嘅主題呢，就係大家都好熟悉嘅日本嘅國寶級嘅偶像，佢個漫畫呢係17個不同嘅地區同埋國家出版，同埋佢嘅卡通呢就係55個不同嘅地區同埋國家播出嘅世界出名嘅哆啦 A 夢。哆啦 A 夢係住東京嘅，所以呢，有人話其實哆啦 A 夢嘅屋企係比普通嘅屋企係有錢啲喎咁樣，因為佢住東京嘅23區入邊，跟住爸爸就做貿易公司啦，所以呢，有人估計咗佢嘅爸爸嘅收入係應該去到400萬至到1000萬嘅嗰個 range 嘅，所以都有機會大雄嘅屋企係比一般嘅家庭富裕啲啲咁樣。喺大雄同埋胖虎嘅性格入邊揾到兩種精神症狀，就係注意力不足同埋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咁咧，大雄就係佢嘅注意力比較散漫啲，做事成日都係失敗。咁胖虎咧係有啲衝動，不容易冷靜。呢啲兩個嘅人物嘅一種症狀咧，佢係綜合為叫做大雄胖虎綜合症啦。佢提倡咗呢個症狀之後，好多媒體都係報導啊，咁就被廣泛嘅日本人會接受，係啦。佢咧提高咗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去了解過動症 HDSD 嘅認識嘅，所以咧其實なんだろうな，哆啦 A 夢佢又做2020年係做有東京奧運嘅親善大使啦，同埋俾到我哋好無限嘅夢想啦。之餘佢就喺日本嘅不同嘅領域入邊咧，做好似令到小朋友同埋一啲可能小朋友好難了解嘅東西嘅時候嘅做媒體咁樣嘅角色啊。總發行部數咧已經超越咗2億5千萬以上，即係等於成個日本人起碼都有2本有關哆啦 A 夢嘅書籍啦。咁睇下全世界方面，睇下大家估唔估到嗰個哆啦 A 夢嘅市場嘅規模係大概係幾多呢？咁根據維基嘅 data 咧，佢全世界嘅嗰個市場嘅規模咧係大概就係2000億以上，即係話大概100億港紙㗎啦。すごいですね。有個日本嘅機構叫做空想科學研究所，佢哋咧根據而家嘅科技嘅理論同埋技術咧，真係去研究假設人類係咪可以靠竹蜻蜓飛翔嗎？呢個問題，佢哋嘅設定係咁樣嘅。哆啦 A 夢嘅頭頂係咁大，跟住竹蜻蜓嗰個 size 係咁細，大家不能想像得到，如果哆啦 A 夢佢嘅體重係其實129 kg 嘅，靠呢個竹蜻蜓令到哆啦 A 夢浮起上嚟，要需要好巨大嘅力量，係咪？佢哋計算出嚟啦，就係大概1160 kg 嘅 power 先至令到哆啦 A 夢浮起上嚟，自由自在咁樣飛翔。出咁巨大嘅力量嘅時候咧，有啲結構上面嘅問題出現啦。睇似一家大細都幾中意嘅哆啦 A 夢，竟然收到投訴，大家知唔知道咩係咩咧？嗰個投訴咧都係類似同屋企好有關係嘅一個機構，叫做 PTA， 係家長教師協會。係啦，呢個機構竟然投訴哆啦 A 夢啦，而且佢哋話對於哆啦 A 夢嘅一種行為非常之不順眼，覺得好唔好？喺教育上面嘅意義非常之唔好，究竟係乜嘢呢？答案就係咧，覺得哆啦 A 夢出邊跑嚟跑去，然之後返到屋企嘅時候，佢唔着鞋，直接踏上屋企，好嘈。教育嘅嗰個意義上面好唔好？點解釋呢？哇！呢個家長教師協會都好有 point 嘅呢。當時藤本弘先生嘅嗰個回答都係非常之妙，因為哆啦 A 夢呢係由於未來嘅技術，佢嘅腳係離開地面3毫米，所以佢唔使着鞋都唔會污糟。當時嘅小學4年級嘅嗰個學生嘅平均嘅身高就係129.3 cm， 即係話哆啦 A 夢無論係佢嘅高度
同埋視線同4年級嘅學生係平等嘅。呢個代表咧，哆啦 A 夢 always 陪伴你，都唔會 look down on you， 即係話好平等咁樣陪伴你，係啊。跟住我哋一齊睇下哆啦 A 夢嘅聲音方面嘅嘢。對於我哋6、7、8、90年代嘅日本人嚟講，大山善代小姐佢係1979年直到2005年係擔任哆啦 A 夢嘅卡通版嘅嗰個聲音，佢嘅聲音係最熟悉嘅。呢個就係對於我哋嚟講係哆啦 A 夢嘅聲音。我夠膽講係全日本嘅7成8成嘅人都會同意我嘅睇法，哆啦 A 夢就係嗰個聲音，係啦。同埋我哋細個嗰陣咧都有模仿過佢嘅聲音嘅，即係好沙沙聲嘅。同埋咧，我哋細個嗰陣時嘅男仔一定9成嘅，或者係女仔都會模仿過佢嘅聲音嚟玩㗎啦。同埋咧，日本好多搞笑藝人啊 artist 都會模仿佢嘅聲音，係啊。哆啦 A 夢，叮叮叮叮，巴達多娜，彩虹出發，係啦，類似咧嗰啲小巴嘅司機咁樣嘅嗰啲沙沙聲啊，係啦，呢個係對於我哋嚟講係好入屋㗎啦，係啦，所以我就嚟咗香港之後咧，睇到呢個林保全先生嘅版本嘅時候，覺得有啲好唔慣嘅感覺，我就希望佢再歪少少，再沙少少，就會有嗰種味道出咗嚟。林保全先生咧都有根據大山善代小姐嘅嗰個聲音參考設定佢嘅聲音啦。我個人嘅呢個意見，我都覺得唔夠歪啲，再沙啲，係啦，咁就いいですね。同埋咧呢個沙沙聲都係哆啦 A 夢嘅設定入邊都有寫嘅。哆啦 A 夢因為被機械嘅老鼠咬到耳仔，佢咧係喊咗3日，變咗嗰個沙沙聲啦。咁就大山善代小姐嘅嗰個版本，我覺得最適合、最恰當嗰個哆啦 A 夢嘅原作嘅嗰個 feel 咯。不過冇辦法，因為其實呢個設定都係後來咧係變咗 official 嘅設定。林保全先生開始配音嘅時候就冇呢個 official 嘅設定嘅。而家俾大家聽下大山小姐嘅嗰個聲音。僕に当たることないでしょもう。自由な街か。よし作りましょう。咁咧，而家擔任哆啦 A 夢嘅聲優嘅人咧，就係水田わさび小姐啦。睇翻舊版同埋而家嘅版本嘅哆啦 A 夢嘅聲音，我覺得有啲少少嘅分別。點解有咁樣嘅分別咧？咁呢個係我自己嘅一個感想同埋分析啦。因為而家嘅時代啊，好多嗰個節奏快咗啦，係啦。咁咧，佢個哆啦 A 夢嘅版本咧係節奏快啲嘅，大山小姐嘅版本咧係溫厚啲噶啦，係啦。大雄嘅聲音都有啲分別噶啦。係舊版嘅大雄咧，係好嗰個聲音係好慢噶啦，咁好自動嘅呆呆地嘅感覺啦。咁咧而家版本嘅大雄咧就有啲堅定嘅意志力喺度咯，嗰個自主性係強咗少少噶。我就估可能而家呢個時代太多 information 啦，好埋悶啦，係前途不明啦，係咪因為咁嘅背景嘅因素設定咗大雄嘅聲音入邊有啲少少嗰啲力量啊、意志力咁樣咧？呢個係我嘅睇法。大家可以同你比較下舊版同埋現代版嘅哆啦 A 夢嘅聲音。3嚟到關於哆啦 A 夢嘅 ending 嘅問題。關於呢個問題咧，真係實在係日本嘅坊間入邊好多種嘅傳說啊、謠言啊，係搞到咧係成為一個都市傳說咁樣，真係有人信啊。咁咧我就自己整理咗5個 ending。第一個版本未來世界管制時間旅行，被逼哆啦 A 夢翻去未來，呢個係唔係真嘅 ending 呢？答案係真嘅。呢個故事係咁樣嘅。未來嘅22世紀咧，實施咗時間旅遊管理法，要哆啦 A 夢翻去未來嘅世界啦。哆啦 A 夢嘅佢採取嘅態度咧，係反而係好堅定嘅，一個好強嘅語氣同大雄講咧，你都係一個男子嚟㗎，之後唔好靠我。但係正在利必嘅時候咧，係哆啦 A 夢都大喊，其實佢都唔想翻去。係啦，呢個就係1971年3月漫畫入面都有描述出嚟嘅一個 ending。第二個大雄拯救冇咗電嘅哆啦 A 夢，有一日哆啦 A 夢突然之間停咗，係因為咧係佢嘅 battery 係冇晒電，係啦，同埋佢嘅預備嘅 battery 咧係嗰個耳仔嗰度，但係耳仔係已經唔見咗啦嘛。咁哆啦 A 夢就係突然之間停咗，大雄
佢咧決定係自己成為一個機械工程師，會拯救呢個故障嘅哆啦 A 夢啦。咁咧佢真係實現咗呢個機械工程師嘅目標啦，好勁！跟住真係成功，哆啦 A 夢醒返啦。哆啦 A 夢就同大雄講：大雄，你做完功課未啊？咁聽到呢一句嘅時候，大雄感動到流好大嘅淚，緊緊咁樣抱實哆啦 A 夢。呢個版本真定假呢？答案就係假。呢個版本嘅初影就係有一個人係妄想寫出嚟嘅故仔，然之後有一個同人誌嘅漫畫家係根據呢個故仔畫出一個同人誌嘅漫畫。咁呢，好多人去信呢個講法，而且賣到好多部，係13000部。第三，大雄其實係植物人，一切都係佢嘅夢入邊發生。呢個版本嘅 ending 係咪真定假呢？呢個係假嘅，好多人都去信啦。嗰個信嘅程度呢，去到呢會打電話問嗰啲藤子 studio， 咁搞到呢係藤子 studio 都要發表聲明。咁嗰個故事呢係遇到意外嘅大雄就變咗植物人，跟住哆啦 A 夢係一路都照顧佢，但係冇得救，所以呢佢就決定將佢係用隨意門送到去天堂。點解呢個問題會出現呢？係因為呢，係呢個1986年嘅秋天之前嘅夏天，藤本弘先生因為身體抱恙入咗醫院，停止咗哆啦 A 夢漫畫嘅連載一段時間。咁嗰段期間，好多觀眾嘅一種猜想、猜測，無端端喺小學生同埋小朋友嗰個圈子入邊出咗嚟咁樣嘅講法。跟住藤本弘先生就話：哆啦 A 夢係唔會咁樣完結喎。哆啦 A 夢如果要完結嘅話，一定係 happy end 㗎。係啦，第四。大雄同胖虎打起上架嚟，大雄竟然贏咗，真嘅 ending 定係假呢？答案係真嘅。當初我都以為係假嘅，但係諗翻起一個故仔啊，係呢個係真喎。個故事係咁樣嘅，最後一日離別嘅時候呢，因為大雄同埋哆啦 A 夢瞓唔着㗎，決定呢，佢哋一齊出去散下心咁樣，偶然撞到胖虎啊，胖虎挑釁大雄，佢哋呢係一齊開始打架，因為唔想令到哆啦 A 夢擔心嘅大雄，佢就完全唔靠哆啦 A 夢嘅法寶嘅力量，但係大雄就被胖虎打到體無完膚，因為佢嘅好驚人嘅意志力，終於咧係令到胖虎覺得大雄真係好犀利喎，好佩服佢。跟住佢話：sorry 啊，大雄，係我錯，原諒我認輸啦。大雄佢就同哆啦 A 夢講：我要試，你睇下。我真係打贏咗喎，你唔使擔心我啦，你安心返去未來啦。咁第二日嘅朝頭早，陽光照射，大雄起身嘅時候，哆啦 A 夢已經消失咗。跟住呢一刻，媽媽問大雄：啊れ，ドラちゃん係咪帰ったの？哆啦 A 夢係咪已經返去啦？大雄淨係講一句：好寧靜咁樣企喺自己嘅房間嘅中間，係望住以前同哆啦 A 夢一齊度過開心時刻嘅嗰個舒暢微笑。咁就完結，就係1974年嘅3月嘅漫畫入邊出嘅，呢個係真嘅 ending。第五個，大雄終於可以踩到單車，呢個版本嘅 ending 係咪真呢？係啊，真㗎！嗰個故事都係差唔多㗎，係因為要返未來嘅哆啦 A 夢，大雄咧係想踩單車，但係踩唔到，係想照舊依賴佢。不過哆啦 A 夢就唔肯，原因就係要培養到佢嘅自立心咁樣啦。哆啦 A 夢就真係返去未來啦。咁のび太大雄就係喺度自己一個人努力係練習踩單車，佢係咁跌低再起身，咁呢個畫面都幾感動。咁咧，哆啦 A 夢就喺未來嘅世界嗰度，係透過時光電視咧，係望住呢個畫面，眼濕濕咁樣。咁呢個 ending 都係1972年嘅3月喺漫畫入邊出嘅，係真係存在嘅 ending です。So，點解存在咁多個 ending？除咗都市傳說同埋植物人，1971年、72年、74年嘅所有嘅 ending 全部都係有一個共通點，呢3個版本都係3月，咁3月就代表乜嘢？喺日本嘅嗰個學生嘅學期嘅嗰一年嘅終了，嗰本叫做小學4年生嘅漫畫雜誌入邊出現嘅，去到4月嘅時候就會變小學
5年生嗰一年嘅3月，係哆啦 A 夢嘅故仔咧，係又要做少少嘅交代，即係話同小學4年生嘅學生講聲拜拜暫別咁樣。所以咧嗰個 ending 嘅版本係全部都喺嗰一年嘅3月出現嘅。所以呢個可以話係 ending，但係咧我就估係鄧子雲先生嘅心目中唔係正式嘅 ending。鄧本雲先生都有透露過講過咧，直到我畫到冇晒 idea，咬中唔到腦汁為止，我都想繼續畫落去。所以正式嘅 ending 咧就係冇存在。